大家好，我係占星師 Annie。好啦，咁咪嚟到處女座2026年嘅星座運勢啦。係啦，無論你上升處女座定係太陽處女座都可以用嚟參考嘅。係啦，咁啊處女座嘅朋友咧，咁不妨就留意下咧，今年咧喺財務上同埋事業上嘅變化啦。因為咧呢兩樣嘢咧都講緊係你幾核心嘅變化嚟嘅。咁其實係因為咧你喺社會上面嘅定位啦，同埋你而家做緊嘅職業咧，其實係咪真係啱你？而且會唔會真係有更加多嘅可能性、更大嘅空間呢？其實咧今年咧就會係好似話俾你知咧，你係需要喺呢一方面咧更加積極嘅。咁而財政咧，咁亦都係同呢一方面係有關嘅。咁到底有啲乜嘢係可以令到你即係覺得係安全啦？係啦，即係安全感呢一樣嘢。咁到底點解呢一個流動咧，其實係而家可能係對於你嚟講咧係有少少嘅壓力咧？咁其實係因為咧，即係可能你對於乜嘢係值得呢一樣嘢咧，仍然係需要受到考驗嘅。咁但係當然啦，今年咧其實嗰個情況就會係咧。你喺事業上如果係再提升嘅話咧，咁你喺財政上亦都會同時提升嘅。咁而呢兩樣嘢咧，其實係你要知道佢係對等嘅咯。即係例如你而家開始咧，即係發覺你可能積極啲去打開一啲新嘅格局啦，又或者係你將自己本身做緊嘅行業同埋你嘅身份咧，即係好似再去提升嘅話咧。咁其實點解你會值得更加高嘅人工咧？咁其實呢一個係真嘅喎，其實真係好現實嘅。其實即係你而家要面對嘅就係好現實嘅議題。咁其實呢一件事咧都講緊，可能你真係即係要轉化一啲真係對於財政上嘅恐懼啦，又或者係對於身份上好似不被認可呢一樣嘢。咁但係咧，偏偏咧今年咧，其實佢就係話俾你知咧，你本身做緊嘅嘢其實係好值得嘅，同埋你本身做緊嘅嘢咧係更加需要即係有更大嘅空間咧去探索嘅。咁而呢一樣嘢咧，但係咧就係可能你之前咧一路以嚟咧都將個焦點擺咗喺嗰個技巧啊。嗰個技巧同埋技術，咁但係咧，其實可能而家咧就係需要花多啲心機啦，同埋就係需要更加清晰，就係點解你好似有一種動力去覺得呢一樣嘢係可以推向更大嘅領域嘅。係啦，咁因為咧天王星係入咗你嘅事業宮啦，就將會入你嘅事業宮。咁而且咧，今年係喺身份啊，或者係個人定位上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咧，即係叫做好大嘅變化嘅。咁所以咧，不妨就係多啲為自己去考慮下，到底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嘅生活更加有火花啦，同埋更加令到自己咧係覺得呢一樣嘢咧係可以帶動你所有嘅生活嘅秩序。咁係啦，咁你本身就係最需要一個穩定嘅秩序。咁所以咧，今年咧可能不妨就係要即係將一啲叫做過多嘅嘢咧，咁就要集中火力咧，就係令到佢即係縮窄範圍，或者縮窄去一個咧，即係叫做令到你知道咧，原來佢係唔需要咁多嘅。咁其實咧呢一樣嘢亦都可以整合到咧你個生活水準啊，同埋你就係終於知道咧，原來咧有太多額外嘅嘢咧，先至會咁多煩惱嘅。咁當然啦，仲有一啲咧就係講緊到底你曾幾何時又係學過嘅嘢啦，同埋你見識過嘅嘢咧，咁點樣可以真係喺你而家嘅身份入邊去運用，同埋點樣可以咧真係令到呢一件事咧係好似多咗一個新嘅動力啊！即係話咧，你嘅熟悉嘅工作同埋你熟悉嘅技巧，其實並唔係咧淨係可以喺你個工作崗位入邊使用。咁其實咧係唔同嘅場景咧都啱用嘅。咁而呢一樣嘢咧，亦都可以帶動你去一個叫做唔同嘅空間同埋領域。咁而且咧，你嗰個生活圈子擴闊嘅時候咧，其實可能你先至知道咧，原來自己一路以嚟覺得發展唔到嘅嘢係啲乜嘢。所以咧，今年咧，即係唔需要太過局限自己，反而有一啲嘢咧，真係要大膽啲去嘗試。咁尤其是咧係識人方面咧，咁就係更加需要了解原來身邊嘅人其實點樣去同你有一個聯繫同互動。你可能同佢哋之間嗰個連結咧，其實係因為啲乜嘢而嚟。咁因為咧，而家就係開始咧，就係知道到底你係咪真係即係叫做享受自己嘅人生啊，或者享受自己嘅人際關係。係啦，咁如果喺人際關係上咧係出現一啲即係叫做奇怪嘅聲音，或者總之有一啲人咧係好似你覺得係咪即係同你係有一個連結咧？咁呢一個咧就係當你清晰自己嘅位置咧，咁就唔需要擔心呢一樣嘢啦。
係咯，咁處女座嘅朋友咧，咁你就加油啦，因為咧今年咧係變動星座嚟講咧，其實你個變化咧都會係比較大嘅。咁其實嗰個變化咧，唔係真係因為你本身好似嗰個即係識過嘅嘢、學過嘅嘢要變，而係點解你係可以將呢一樣嘢咧，去同一啲叫做好陌生嘅團隊或者好陌生嘅夥伴咧，去有一個交流同埋連結。咁當然啦，喺資源同價值方面咧，其實你開始發覺咧，到底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即係叫欣賞自己呢一種動力咧，係會覺得值得啦。同埋點解咧？呢一樣嘢咧係可以真係同時提升你嘅力量。咁而你喺呢一方面咧更加確認嘅話咧，其實你先至會更加即係為自己帶嚟更大嘅價值。係啦，咁處女座嘅朋友咧，你哋加油啦！咁其實咧最緊要就係咧做到一啲有個人特色嘅嘢。咁你要完美嘅話咧，應該係話咧，唔係將個焦點擺喺完美。咁如果你已經好完美嘅話咧，咁其實而家已經唔再需要呢個議題。咁其實最重要嗰樣嘢咧，就係反而點解有一啲真係好似人哋會記得你嘅一啲特色。咁然後呢一樣嘢咧，係真係因為你對自己身份確認而嚟嘅一種力量嚟嘅。好啦，處女座嘅朋友加油啦！